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新能源汽车。最近关于新能源汽车这些报道揭露新能源汽车虚假繁荣的这些新闻非常多。现在不光是自媒体在报道，有很多重量级的媒体、专业媒体也纷纷下场报道，而且主管部门也不停地发声。这一切都预示着新能源汽车行业洗牌的时间恐怕已经到了。自从长城汽车的老总魏建军在1-2个月之前接受新浪采访，向世人揭示了0公里二手车在新能源汽车里面的这个乱象。自此以后，0公里二手车就被媒体和舆论抓住不放，揭开了新能源汽车这种虚假繁荣的一个假象，引起了汽车行业里面的震荡现在还在起作用，叫愈演愈烈。前2天第一财经它是叫一探节目专门实地去探访二手车市场，还有 4S 店的0公里二手车这种乱象。最近也就是7月18号，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那就更是重量级。中国证券报的地位分量大家都知道。7月18号，中国证券报刊登一篇文章，叫0公里二手车炮制虚假繁荣，极客公司户销量异常疑云难消。这个中国证券报居然非常罕见的将矛头直接指向一些品牌，这个也是非常罕见。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变天的时候到了，叫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看看中国证券报它是怎么报道的，怎么揭露新能源汽车虚假繁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汽车市场冲刺销量的激烈竞争中，极客汽车被卷入一场利用0公里二手车炮制虚假繁荣的风暴。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今年5月以来，作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旗下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极客被指通过直营门店体系，将大量已投保过户的库存车辆当作新车，以限时优惠等话术兜售给不知情的消费者，引发大量投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操作手法与极客于2024年12月在深圳市和厦门市出现的公司户销量异常现象相互交织，不仅涉嫌欺诈消费者，更将0公里二手车这一隐秘手段推至前台，充当其虚增销量的违规工具。记者从多家投诉平台和消费者处获得的信息显示，极客这套操作在全国多地上演。贵州、重庆、广州等地的消费者在支付定金准备提车时，发现自己购买的新车竟已购买过交强险，甚至已完成过户登记，沦为不折不扣的二手车。当他们要求维权退赔时，往往会遭到推诿或拒绝。说为清理库存回笼资金，半辆企业产销快报，部分厂商选择将高库龄新车突击于某地上选上牌，然后分散至其他城市销售，规避集中暴露的风险，这其中就包括极客。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今年5月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汽车质量投诉平台陆续收到关于极客纠纷退赔案件，其中就包括贵州车主蔡建。销售人员给我看的是2025年2月生产的车，现场也展示了现车资料截图，结果交付给我的车却是2024年12月生产的。蔡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在5月2日下订了一辆2025款极客001版4驱版车型，当日即向极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了5000元定金和另一笔4.62万元的费用。他通过车辆识别码，就是 VIN 信息得知交付车辆为库存车后，当即要求更换新车。极客起初以蔡建疏忽为由拒绝更换，推诿10多天后才因投诉压力予以换车处理。无独有偶，说陈晨于2025年6月在重庆渝北区西南汽贸城极客直营店支付5000元预订了一辆2025款极客007车型。从始至终，极客方面一直在刻意隐瞒和歪曲车辆信息。陈晨告诉记者说，销售人员先是表示该车为出口未果，
没上过险的新车，后又改口免费赠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交强险，以隐瞒善险事实。说我明明是在极客家线下直营店通过官方渠道购车并办理贷款，但签约主体却是厦门傲瀚汽车有限公司，贷款银行却是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直到在网上查到类似案例，我才意识到极客在向我们兜售来路不明的0公里二手车。此后他多次要求退赔定金，均遭拒绝。来自广州的李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于2025年5月购买了极客001车型，在付款交易过程中，他发现商家伪造了一个与极客 APP 极像的网页，名为限时购平台，汇款账户赫然写着厦门欧型汽车有限公司，同样非极客官方。之后在办理保险过程中，李鑫得知该车辆于2024年12月缴纳过交强险，保单显示为交强险过户。李鑫称，销售人员从头至尾未告知实情，而是用数量有限、一口价优惠的话术掩盖车辆投保后已沦为二手车的事实。说我的群里有80多人遭遇了类似欺诈，来自全国各地。李鑫告诉记者说，期间他曾致电极客汽车杭州总公司维权，客服答复为限时优惠车辆无异常，他们是自知理亏的，以至于与我对接的销售人员提出自掏腰包给入2000元现金补偿。这个乘联会数据显示说，极客2024年产销量分别为22.5万辆和22.2万辆。据此可推断，极客在2024年产量大于销量，客观上存在消化产量溢出的需求。记者梳理2024年极客各城市月度交强险销量数据，这个所有权类别分别是个人、公司、公司户，代表以公司名义购买，发现极客在当年12月销售2.92万辆，官方交付数据为2.72万辆，创出年内最高。其中深圳市和厦门市销量激增至4321辆和2767辆，分别环比增长378%和648%，走出了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其中两城市公司户销量分别达到3724辆和2508辆，占比超过86%和90%，也就是这个公司户销量异常增长。公司户什么呀？就一个公司可能买100辆或者几百辆，这个肯定不正常。如果一个公司户只买一辆、2辆或者5辆，这还说得过去。2024年12月份，极客在部分城市新车交付量异常，销量环比增幅极高，在这汽车销售领域比较罕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李延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说销量居前的2个城市分别是厦门和深圳。与近期车主投诉上险重灾区厦门出现了重叠。另有不愿意具名的合资车企销售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上述约7000辆车在厦门、深圳办完手续后，不论是出口卖给租赁或网约车公司，还是作为0公里二手车卖给汽贸公司做业绩，都有可能。单从数据来看，去年12月份极客的公司户销量大幅异于往常。谈及背后的动机，李延伟表示，交强险数量会被第三方统计进去，这一数据将被行业媒体包括资本市场看作是一个车企销量表现好坏的风向标。实际上，车企通过给新车直接上交强险，把新车先卖给一个公司，上完交强险，媒体还有行业协会，他就会统计这个数，那你这个车型就卖得多，口碑就好。这就是虚假繁荣。事实上，车企通过办量区域销量数据来推高估值或谋求上市，并非孤立。2020年7月，哪吒汽车启动科创板上市申报工作，折集后，在此后的2023年2月、2023年6月以及同年9月，又连续传出 IPO 计划。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显示，2022年哪吒汽车国内交强险数量数据显示，
全年公司户占比为 8%。2023年，哪吒公司户占比一跃升至 63%呢，远远高于2023年国内乘用车交强险公司户占比 11%， 这个数已经远远高于个人和公司户车辆这个比例。难道说公司就专门喜欢哪吒汽车？这说不过去。说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哪吒汽车销量前20名城市中，有17个城市公司户占比超过 40%，11个城市公司户占比超 90%。有资深汽车渠道分析师对记者表示，个别城市会做网约车、租赁车、公司集采车项目，所以车企公司户数据偶尔异常是正常的。但哪吒在有直营店的城市出现如此大批量的数据异常，很难不让人质疑其销量的真实性。作为交叉验证，记者从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处拿到了一组哪吒汽车2023年在邢台的销量数据，其中单位销量是14448辆，个人销量仅785辆，公司户占比达到了惊人的 95%。哪吒汽车幸亏没有 IPO 成功，否则以目前掌握的证据，即便侥幸上市也难逃制裁。上述分析师表示，你看看哪吒汽车现在已经关门了，就这他还要上市，差点还上市成功。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胡氏，你看胡氏都是一些什么企业？当然了，它也可能到港股上市。你说这样的企业，它一上市，它不是害人吗？弄虚作假，这就是欺诈上市。一位资深汽车销售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市场竞争压力下，部分车企为冲刺销量数据，粉饰财务报表，把零公里二手车当做了制造虚假繁荣的工具，通过提前确认销量和收入，让资本市场对真实供需产生误判。不光是资本市场误判，消费者也误判，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行业主管会产生误判，导致整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政策产生扭曲。说近期频发的车主投诉，如此前厦门区域的上险数据异动，都将矛头指向了极客的重要合作伙伴厦门建发汽车有限公司。建发汽车与极客的合作模式为区域经营加金融合作。资料显示，2024年8月，极客与建发汽车在厦门长乐路联手打造的极客家门店正式开业。2024年11月，建发汽车获得极客光辉事业部授权，在厦门开展销售、用户运营以及售后服务。消费者投诉案例显示，建发汽车以大客户金融合作方身份介入了极客销售流程，车辆通过建发汽车渠道完成上险过户，实现新车变二手的产权转移。有车主反映，购车时签约主体多为建发汽车和关联公司，如厦门奥汉和厦门欧行等。在这套金融过桥模式下，第三方金融和渠道公司成为吞吐产销数据和调控终端售价的防火墙。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极客销售人员处了解到，来自第三方公司或大客户的车辆可以比一般车辆更优惠，而且即便消费者购车合同与第三方签署，购车款项付给第三方账户，销售人员依然承诺所购得的二手车可以通过补充协议获得首任车主权益。这种法律权属与用户权益分离的操作，也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分析师告诉记者，汽车品牌授权一级网络在 4S 店、商超店和城市展厅卖车，合同售卖主体和商品车产权要么是直营或代理商，要么是门店经销商。除此之外，如果是其他主体或金融公司，那就说明商品车产权已经发生了转移。如果消费者是在被隐瞒或误导状态下完成交易，这无疑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有律师对记者表示，消费者以全新车辆的市场价格支付购车款，实际获得的却是已登记过户、法律传属上属于二手车的车辆。当消费者未来再次交易时，
该车辆在法律层面将因2次过户被认定为3手车，由此导致车辆残值贬损，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证券报报道说，关于极客还有一些细节在向外传递着些许不寻常。2025年5月4日，极客科技集团发布内部通知，宣布了管理层分工调整方案，由极客科技集团副总裁、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林杰接替极客科技集团副总裁林金文负责销售工作，也就是由领克销售总经理来代替极客的销售。林金文则协助林杰管理极客品牌国内营销服务。向林杰汇报，3天后，吉利汽车宣布计划极客私有化退市，时间点耐人寻味。例如，出于何种原因安排上述人士调岗，以及上述违规销售行为是否已计入财报，是否会影响公司每股私有化退市等疑问呢？中国证券报记者向极客进行求证，但截至发稿时，极客方面未予以回应。极客发布私有化公告后，吉利港股应声上涨。极客与吉利官宣合并后，多家机构有争相给出推荐评级。你看看，就这么弄虚作假的，它的股票还涨，多家机构居然还推荐评级。也就是说，你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就还有人整天喊牛市，还到4000点，还到10000点，这不是坑人吗？对吧？就这么明目张胆造假，这是系统性造假，这不是哪一个人在造假，这是整个系统在造假。中国证券报说，然而，当公司财务和分析师忙着计算整合后的成本节约时，却先有人追问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0公里二手车。当林杰推动直营加合伙人的渠道变革，计划在4、5线城市新增200家门店时，相关渠道监管细则也亟待重视补齐。有业内人士表示，0公里二手车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光环下新车销售数据灰色地带、经销商授权体系的重负以及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可能受损的隐患。受访的行业协会人士建议，应彻查汽车行业公司户销量造假、0公里二手车流转乱象以及订单注水问题。这个订单注水，那就是某一个粗粮公司半小时、1小时就几十万辆预定完了，这个预定的东西在二手这个车市场或者叫什么闲鱼上面就开始卖，全是黄牛，以防类似操作成为埋进企业财报体系的未爆弹。这个可以说是中国证券报作为一个喉舌，把矛头直接对准一个品牌，这个非同寻常。不光是中国证券报报道，连外媒都在报道。你看联合早报是今天刊登一篇文章，标题直接就是叫中国2车企被指通过提前投保虚增汽车销量。这个丑闻都已经传到国外去了，这个外媒都在纷纷报道，中国电动车品牌极客和哪吒据报通过提前为车辆投保的方式虚增销量，以达成激进的销售目标。其中仅哪吒一家公司就借这种手法虚报6万辆汽车销售数据。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显示，路透社报道说，这2家公司在车辆尚未实际销售给车主前，就已为他投保。按照中国汽车行业注册规定，这一操作可让汽车将企业车辆提前计入销量，从而按时完成月度和季度的销售目标。根据哪吒汽车发送给经销商的记录副本，从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哪吒通过这种方式提前计入销量车辆至少达到64719辆，占公司同期累计报销117000辆的一半以上。0公里二手车指的是那些已完成车辆登记手续，名义上属于二手车，但实际行驶里程表几乎为0的新车。这些眼花缭乱的这个操作，估计让老外目瞪口呆。这些老外估计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操作。
分析师和投资者通常通过两组数据评估中国汽车市场表现如库存水平：一是车企上报行业协会的批发数据，反映厂家至经销商的出货量；二是基于交强险注册信息整理的零售数据，显示实际卖给消费者的数量。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激烈的价格战和长期产能过剩催生了零公里二手车等不规范操作。随着市场竞争愈发白热化，汽车行业正面临一场信任危机与系统性整顿。这个是联合早报说的，也就是咱们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系统性整顿，所以说一场监管的暴风雨就要来临。据路透社早前报道说，中国商务部5月27日召集比亚迪、东风汽车等主要车企、汽车行业协会以及二手车交易平台就零公里二手车问题展开讨论。联合早报说，上一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旗下杂志叫《汽车纵横》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拟推行新车登记后6个月内禁止转二手的政策，也就是你这个新车卖出去6个月之内，你不能再卖给别人。这个有点像房地产，你买了房子之后3年之后才能交易，人家把房地产调控挪到了汽车调控这儿。新车登记以后6个月禁止转二手，也就是你这些车企如果把车卖给什么公司户，通过这种来上交强险显示自己车卖得多，那可以。你要再卖，那得6个月以后再卖给个人消费者，当成零公里二手车，6个月。那你想想，这些汽车经销商他要压6个月的货，6个月的资金，那不都要爆雷吗？而且6个月以后，你想想，你本来你这车是2025年7月份这个出厂的，6个月那就变成2026年的车了，不是2026年你才能卖，那就变成老款车型了。所以说这个叫一剑封喉。那这是媒体报道的极客，我们再看看这个极客的自己是怎么说的。面对媒体的揭露，这个极客昨天发了一个声明，他说：近日我们关注到部分媒体关于零公里二手车相关不实报道，在此我们进行以下澄清。人家中国证券报直接点名极客，那你极客应该直接点名中国证券报，应该说关注到中国证券报等媒体关于零公里二手车的相关不实报道，不敢点人家名字，说明他心虚啊，叫做贼心虚啊！人家的指名道姓挑明了，你还不敢点名回击，是吧？这已经输了。他说，首先，极客和积极响应关于支持国家号召，持续与行业伙伴一同共建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坚决反对销售零公里二手车等破坏行业秩序的行为。经调查，报道中涉及的车辆均为可正常销售的展车。你看看，那展车能有好几百辆，能有那么多投诉？他说，为确保展示期间安全，展车虽已投保交强险，但从未开具零售发票，也未在任何车管所进行新车注册登记或上牌，其法律属性始终属于未注册的全新商品车。其次，由于展车通常在3到5个月库龄，因此会根据商品车的展示历史或库龄时间进行折扣明示销售。购买的消费者同样享有新车首任车主的全部用车权益。这种新能源展车折扣销售模式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与二手车交易存在本质区别。极客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放在首位，在消费者下定页面，我们以明显标注车辆性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任何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违背诚信经营的行为，极客始终秉承零容忍态度。关于报道中所提及的部分终端销售现象，极客也已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对相关问题进行彻查改进，并将持续提升消费者购车体验。真诚感谢用户和媒体朋友关注和建议，大家每一份反馈都是极客成长的动力。我们将通过更透明的信息发布和更及时的用户服务，减少大家的疑虑。
这个极客的声明，一显得没有底气，第二狡辩，说这些车公司户是正常现象，怎么正常？这些车都是各个地方展厅的车啊，那肯定是公司户。实际上，通过他的这个声明，还是洗不清他这个销量造假这种嫌疑。他说的，我这个车都没有在车管所注册，虽然买了交强险，那为什么买交强险？因为这是展车放在展厅，它也有可能会撞人。你看看，你展车上什么交强险？要上路是吗？上路那你不挂车牌是吗？不在车管所登记，所以很奇怪。就说来说去，他就是因为交强险就意味着你这个车卖出去了，在行业统计里面你就说卖了一辆，为什么展车你要上交强险？当然了，中国证券报说的是哪吒汽车、极客这两个品牌，那按照咱们这个规律叫张兰定律，其他的车企0公里二手车还少吗？只会多不会少。而且长城汽车的老总魏建军当时抛出0公里二手车这个事，矛头对准的可不是什么极客、哪吒汽车，对准的是另外一家企业。也就是说，0公里二手车，这是整个新能源汽车里面的乱象。不过有人说，你凭什么说0公里二手车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可不是我说的。这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二手车市场中，登记3个月内里程50公里以下的车辆占12.7%，也就是二手车里面这种0公里车占了13%左右，其中新能源车型占比超60%，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弄虚作假更严重。为了针对解决0公里二手车这个乱象，有关部门也是操碎了心。当然了，也有不法的二手车商，他就借着这个0公里二手车这个概念，把很多真正的二手车实际行驶，比如说几万公里了，通过翻新，通过什么 OBD 设备篡改行车电脑数据，把它变成里程只有100公里，把它伪装成0公里二手车出售。这些车辆看似崭新，但橡胶部件老化、电子元件受潮等潜在问题，通常会在购车半年内逐渐暴露。这个就更是叫害群之马。但是现在监管部门采取什么行动呢？面对0公里二手车泛滥问题，2025年5月，有媒体报道，商务部召集行业机构以及汽车制造商召开闭门会议，明确要求强化全流程监管，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工信部也拟推行新车登记6个月内禁止转二手的政策，从源头阻断套利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则计划推动建立二手车出口唯一编码制度。当然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监管的手段永远落后于这些厂商的造假手段，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监管只能是给他制造障碍，制造造假的成本，提高造假成本，不代表就能杜绝造假。只要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要行业补贴这个政策不停止，这种乱象它就不会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市场化，让这些该破产的企业赶紧破产，该倒闭的赶紧倒闭，停止这种补贴。很多企业就是套补，但主管部门把管房子的手段，防止炒房、房住不炒，把这个手段用在新能源汽车上。首先一个说明，新能源汽车这个乱象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出手不行了。第二个也说明这个行业转向，一旦这些造假手段极大的遏制，那就相当于潮水退去，你就能看到谁在裸泳。很多厂商、主机厂商每个月公布自己卖50万辆、20万辆，这些数字恐怕只有他们自己信。现在汽车的销量和二手房的成交量恐怕是一样的，连参考意义都没有了，全部是特殊目的的交易。它不是真正是消费者去消费，而是用特殊目的啊。二手房也是的，这个0公里二手车也是的，它的交易不是为了卖掉，不是为了消费者买去使用，而是别的目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在主管部门这个几记重拳之下，很快就要迎来暴风雨。新能源汽车行业就像房地产一样，迎来了什么时刻？不管又不行，放任不管，再这么无序下去，那只会是越来越严重。就像房地产一样，如果当初不搞3条红线，房地产现在爆那更惨。汽车行业也是的，如果不出手任由它发展，那它是能往后延3年，那时候窟窿会更大，那时候被骗的银行会更多。这些企业产能过剩，哪一个愿意束手待毙呢？
说我干脆我自己黄了算了，不可能的，他还要加杠杆，他认为自己还有必要再抢救一下，他还要消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最后不可收拾，就像小散炒股一样的不停的加仓，越陷越深，整个行业到时候那个时候爆对社会的影响就更大。所以说主管部门他不得不出手，一出手那就加快了这些车企的暴雷，因为他没有办法再伪装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加仓，你不让他造假，他那数字就不好看，数字不好看那就融不来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